好，来继续来看这件，离这个外岛的免税店买免税的烟酒寄到本岛，若是无附完税证明，这是违法的。因为有人会用这个方式来赚差价。要过年咯，海巡署是加强查缉。讲金门今年到目前为止，短短一个月，就查到23件，拢是利用超商店到店为金门寄到台湾本岛。海巡署没收的烟品208条。搜救犬骗收外味做代志顶真，海巡人员唔敢大喜，伫咧金门廖乐湾码头，甲科技的抓收网含包括随也水检查。海巡署金马培训署第9号分队最近掠真案，调查到民众利用便利商店店面寄到店面非法赚差价，以金门为例，无论码头或者是机场，通常有免税店会当买烟，买完若是要甲烟寄到本岛，就必须附关税证明，若是无对方认定是非法寄送。以烟酒管理法去裁的话，我们会以第46条运输、贩卖、转让或意图贩卖、运输、转让而陈列跟储藏私烟私酒，有罚款3万到50万。那会依查获物的限值，就是再去做增减调整。甘拿会今年1月到今仔日的时间，海巡就掠到物流服务寄运免税烟拢总23件，包括208条8包烟，另外掠到寄运中国手1件，拢总24罐。虽旧历过年特别高，买烟买酒的人变多，不过金门海巡署却掠到有民众看准时机，用免税烟来赚差价。根据烟酒管理办法，若是有掠到违法，相关会扣罚600万。Hello， 我是蒋欣梅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